距离中秋虽然还有一个月，占全台大约35%产量的台南文旦，因为品质好，唔定伫个国内市场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经过北美的通路商每年采购台南的文旦，第一批将有7栋的文旦成果销往加拿大的温哥华、加多伦多的城市。另外，市长嘛表示，今年将甲新加坡来洽商，希望台南的文旦会用拍开世界华人的市场。继去年，在农粮署的协助下，我们麻豆文旦进攻到日本，能够进入打入日本的一些一部分县市的营养午餐之外，我们去年也封柜麻豆文旦到加拿大。那今年除了日本、加拿大之外，我们也这个可以进入到新加坡市场。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社会，他们也过中秋节，他们也对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很有兴趣。因此呢，我想这个部分一方面把饼做大，一方面把品质提高。第三方面，大家会觉得说，连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我们台南文旦了，那何况是我们自己国内市场？所以呢，一方面让国内外销都畅旺，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变好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目前为止大概半个货柜吧，那新加坡已经有大概2-3个货柜，那接下来日本也还在洽谈中，不过也很快，因为距离中秋。已经剩下一个月今年1个月多一点点，剩下40天。那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在加拿大送到加拿大大概3个礼拜，那到日本大概3天，到新加坡大概4天到5天，所以我们都会把握这个传奇，能够让我们最优质的这个文旦能够达到最优质，送到最优质的消费者手中。这已经拢几啊10吨的老樟油，因为配合加拿大的厂商，阮已经叫伊配合几啊吨食了伊品质感觉满意，所以讲一年的量一直增加，这嘛对咱麻豆的油来讲嘛是真好的现象，咱的压力会当愈来愈少，希望大家共同打拼，提升咱台南麻豆的油的品质，互伊伫世界上拢有当。互消费者食会到，互通路愈来愈大，大家会当愈卖愈好。市府农业局表示，因为台南是全台上早进入文旦产季的产区，对8月份开始，就已经陆续有大果加中小果的采收。因为品质好，国外订单嘛一档比一档增加。农民表示，虽然今年的文旦伫个4-5月份，因为雨水少，粒头有较细，不过后来雨水充足。品质就对倒转来，整个产量大概甲往年差不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